请苏琴来弹一遍，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安尼。安尼咱来唱169首，咱赶快请苏琴来弹一遍。困求生心感应，你我大人的心，无所不能，一光一明，上思稳定激情，困求生心加心。这回来记得，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1礼拜会当来到这，今日是圣神降临节，主啊，求你的圣神会当充满大家，互牧师的讲道，甲阮这个礼拜的听书，互众兄弟姊妹会当领受到主你爱的恩爱，甲主庇，感谢主，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平安。上帝是一个神，咱敬拜伊的人，就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请奏乐。诗篇第43篇第39、第4节安尼讲：求你显出你的光甲真实来引带我去你的圣山，到你的会幕遐，我就来上帝的祭坛，到我极大欢喜的上帝遐。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要弹琴称赞你。阿免。这是咱来唱圣诗。圣诗第164首，请起立。至圣的神啊，听阮祈祷。
坐，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是圣神感恩节，感谢主赐下圣神带入阮的内底。主啊，你是赐下保惠师的神，你阁为阮不断的祈祷，亲像风，时常安慰阮的心灵；阁亲像火，常常赐下阮快乐甲勇气。主啊，你提醒阮，着爱修正家己的错误，轻调主耶稣，常常祈祷不停。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过犯，啊，求你赦免阮无常常挖苦圣神的溃烂，颠倒转阮常常想要挖苦阮家己的财目、家己的能力、家己的关系、家己的势力。以致阮的服侍是挖苦人的溃烂、人的势力、人的财物。主啊，求你原谅阮。当阮来到主的宝座前，阮要挖苦圣神来祈祷。主啊，恳求你赐下公园教会更新的灵、新的灵、合一的灵。今生会得到快乐的服侍，医治受伤的灵魂，互这个地方变做疼的源头，疼人疼上帝的所在。阮也要为着世界济的战争来求主怜悯，失去亲人、甲土地、甲厝地的人来祈祷。主啊，求你来安慰。因为阮会使做的真正是少，求你下这个战争快快结束，特别是乌克兰甲俄罗斯，求你来改变，求你来结束这个战争。主啊，阮的能力虽然微小，但是你是大能的君王，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最后，求主看顾教会兄弟姊妹身体欠安、心神不宁的人。主啊，求你的平安带伊、帮助伊，为头到尾。虽然阮有病痛，但是主，你的安慰甲你的同在。你的圣神甲阮伫地，主啊，阮会使得到你大能的同在，阮有平安，安尼是遮尔啊水，遮尔啊好，因为这是你的身躯，这嘛是你的圣殿。主啊，感谢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启用。启应文第49篇，以赛亚书第55章。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面。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底的面啊！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找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往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你的想法。天比地敢若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
甲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国倒转。要互夜景的有景致，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细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赤皮的所在会发伤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这是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以及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既然罗马书第5章第1节开始，既然咱对神是有称做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即马在享受即个恩典，欢欢喜喜愿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毋若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愿望，愿望袂得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开始，就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上帝有予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愿望，来承受伊为着咱保存伫天里。迄个袂腐烂、袂拍拉散、袂消失的福气，这是要互咱才会通过信，受伊的大能力保守的人，通得到准备，伫将幕的时阵会使实现的拯救。为着安尼，虽然恁即马暂时又着受着种种的试炼、辛艰苦，恁着欢喜。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比互火烧过的油的败坏的金，搁较宝贵。通过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恁虽然毋捌看到伊，嘛听伊，即马看到伊，犹原信伊，恁有用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因为恁会得到神的结果，就是灵魂的得救。阿们，这是欧陆，请圣歌队。
真无用。这是讲道，请本堂黄牧师，伊要讲的主题是伫圣神中喜乐。姊妹平安。今仔日是咱的圣神的降临节，所以咱今仔日要讲道甲圣神有关系，毋是讲今仔日咱讲道只有是圣神降临节，咱甲有圣神的工作。平时拢是，但是咱伫今仔日特别的主日中间来讲起相关的主题。那伫今仔日伫咱讲台顶所以咱也看到这布置红光光。圣神降临节的一个代表的色就是红色，所以有一个教会伊要求请因教会兄弟姊妹今仔日来做礼拜的时阵，大家拢穿红衫，所以可能坐了红光光安尼我想毋免啦咱有真自在。不过咱会记得今仔日是圣神的降临节。今仔日伫咱的布置的中间布置的人请我特别介绍啦可能你看了这个什么意义呢这有钱白鸽子，这象征是圣神；白色是代表圣洁甲和平。然后咱看这有这缎带缎带，缎带呢，那像火共款安尼飘来飘来这个圣神，这个火代表这个疼、热情、能力、激情。看这个缎带是安尼卷一捆安尼这表示有风啦安尼夹咧安尼圣神也亲像风安尼吹来。运行伫全地中间，地球就表示讲全地。圣神像火焰
拼乐伫咱的心上，咱就得到能力，传扬基督，直到地极。这是这个布置，互咱看的意义啦吼。来，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这纪念你圣神降临的日子。圣神就是主耶稣你的神，这是件保卫书来甲阮参合中间，做你升天去到上帝正手边，伫遐为着众人来代祷。做但是你这件保卫书进到阮的中间，做这是圣神的运行的一个时期。就阮会当体会圣神的能力，毋但带伫阮内面，也运行伫阮中间，充满伫全地。上帝啊，恳求你甲阮三甲同在，透过圣神你的能力所彰显你的各种样运数互阮感受你的同在，带来真大安慰以外，嘛快乐以外，嘛带来真大的能力，会当做上帝你的见证。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使徒行传嘛称作是圣神的行传，所以使徒行传伫起初就记载，咱主耶稣基督升天了后，到第五旬节迄一天，120个学生因聚集伫一个所在，遐应该是一个马可罗。然后圣经记载讲，有形状亲像火焰的纸对天落来。破开停伫每一人身上，然后因着互圣神充满，因着得到圣神所赐的才能，因着讲各种腔口的话。这个所在你要看见，这是超越人所会当想象的这些超自然的圣神的行动。等使徒行传记载，这个使徒因。无论行到什么所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阵，都深入，都技术对伫因所做的工，所以是一个超自然的快乐，来产生真大传福音的一个效果。所以圣神的工作，咱应该无轻松。圣神的工作，也是圣神的充满，这项事圣经内面常常记载，因都互圣神充满，因就做真侪超自然的代志。但是今日。如果咱若是讲到圣神充满的时阵，总是产生心中一种犹疑。这应该是圣经内面所记载一种的真理啊，圣神的一个工作啊。但是呢，有时咱听到的时阵，会感觉讲这是足激进。圣神的充满常常带来真大一个混乱，安尼无处事。圣神的充满会影响到咱习惯这种庄严性。这个庄严就是真有处事，真有听事，就安尼真庄严迄个感觉。所以，若是讲有一间教会要追求圣神充满的时阵，咱可能有一种的戒心。比如讲，伫咱教会中间开始追求圣神充满，你来感觉讲哇，过来这个现象到底是怎样？会产生这种混乱的味。我想这是一种误解，甚至产生一种排斥，甚至伫教会中间有人追求，有人无追求。有人接纳，有人有这个犹豫，所以就有对立甲分裂。圣神充满，既然若是圣经记载，就必然有伊存在，毋但必要性，也是需要性。所以追求圣神充满，毋但是初代教会需要，也是咱现在教会需要。只不过伫咱所有教会在运作中间，产生真大问题。譬如讲。人用人的方式，用人所安排的第二种的气氛方式来假冒圣神的工作，有时人用人的方法、办法来追求圣神，那就咧召唤圣神的一个工作，临到这个所在共款。所以有真侪时阵，咱感觉讲哇，圣神充满都是安尼，追求灵魂都是安尼。其实这是后来伫教会中间咧实践这代志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偏差。今日要用几个人的见证来讲起圣神充满，当圣神充满发生的时阵，也是临在伫一人的心上的时阵，伊到底是怎么种经历这个代志？欧文，伊一个神学家，有人讲欧文是伊迄个时代中间。
世界迄个世界中间上界聪明的一个人，所以伊神学的著作是全世界逐间新人院必须要有的一个册，神学的册。所以咧，神学的著作是受神学界非常非常重视接纳。欧文，伊是一个学者，所以你来看到伊时，伊有这个学者的气质，伊非常聪明，伊真理性，所以伊是真积极，啊，非常的冷静。我想你来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是安尼足有特殊，啊，这个人是安尼足有规矩规则，伊的理智超过感性，理性超过感性，但是伊有描写。有一天，伊予圣神充满的一个经历。伊安尼讲，言语无法度表达的一个欢喜，无比的快乐，欢喜的心情。哦，这是一个注重理性的人所写的一个充满感性、充满情绪性、充满情绪性的一个表达。这种欢喜，言语无法度表达。还是讲，这个欢喜是世间的人真学得去经验，所以慢慢变啊讲起，就是真欢喜。无法言语表达，无可言喻。这是欧文这个真理性的人，这个真聪明的人，只有真个特殊气质的人，伊所写。有一天，可能咱有互人问到讲，你到天理所在，到底要做什么代志呢？伫天理时阵，咱是安怎过生活呢？是毋是地理共款？咱总是用地这种的经验来讲到天理。有时快乐，有时安尼真无聊。咱伫地上追求快乐的时阵，无买物件，无食物件，无唱歌，无真娱乐，互咱快乐。天理敢有？无呢？天理拢伫遐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安尼哦，伫教会中间天天敬拜上帝，敬拜规世人拢咧敬拜，永远敬拜，不会很无聊。所以呢，在天内底无聊又永远的无聊。那么呢，咱敢会想到这种情形？到欧文同时阵有一个真出名的基督徒学者。伊予圣神充满，伊安尼记载，这个时刻是上界挖进天堂的时刻。伫进入天堂以前，活伫这个世间的经历，无法度比拼，无法度超越。伫我进入天堂以前。无比这个更较挖进天堂这种描写，唔知要安怎描写，咱听无啥有。意思讲，这种经验是世间上你无法度去经验到的。只有一天，你到天堂才会知影。你要伫世上所找到所有这快乐，拢无法度比拼。所以这是预尝天堂的滋味。我常常伫咱教会中间分享我过去的经历，互圣神充满的时阵，伫迄个时刻，哪亲像伫天堂。对着这个世界感觉拢完全消失，哪像世界无存在。这个世界所有物件，哪像失去伊的存在，因为。而且这个世界，那像失去伊的重力，它就飘飘然，安尼，飘飘然。然后嘛无迄个时间的感觉，袂记你时间，置身于一个完全你无法度理解一种特殊的感觉。咱伫遐行路，咱伫遐买物件，咱看会到无买到的物件，但是等圣神充满的时阵，迄个世界、迄个时间、迄个时刻。一切外在的物，拢失去伊的感觉，时间嘛消失。所以，我圣神充满迄个
迄个感受恢复过来时，已经过1点外钟去啊！你完全袂感觉迄个时间安尼，哇，较紧就过啊，1点外钟。啊，食饭的时间拢过啊，你拢无得去食安尼吼，啊，拢伫顶馆伫咧创啥安尼啊？食饭的时间你拢无得来，忘记世界，忘记吃饭，忘记袂记你伫世上遮一切遮乱无事项，只有感受到上帝，那就是天堂中间的同在。所以，当圣神充满的时阵，咱会当感受上帝荣耀的同在。兄弟姊妹，12个学生，因拢是出生伫一偏乡的所在，伫加利利海边，因拢是渔夫掠鱼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文教学书拢讲，啊，这群人军队耶稣的人，啊，因都拢无学识啊，也无智慧啊，也无捌学过，也无啥物学问，也无知识的人，因会当做啥物？但是圣神充满伫因心中的时阵，伊会当有能力，然后传扬福音到伫地极的所在。知识甲财物，伫圣神充满中间，毋是讲伊袂介重要，但是抑佫有超越知识甲财物这物件，互伊会当成做一个完全新的，然后有能力显明出来。有一个威尔斯大学的校长叫做爱多玛，这嘛是学者。这个学者咧研究哲学，佮研究神学，因为过去要读神学的人一定要研究哲学，所以这两项是必须要相辅相成的学问。但是因为所有这个经历，伊的理性完全伫迄个理性的中间，研究个神学、研究哲学到一个程度，伊对信仰充满怀疑、甲迷惑，甚至怀疑上帝到底有伫个啊无？因为人迄个时阵，人要对理性、要对人的思考去想象神学、去想象上帝的时阵，完全无法去卡着上帝，完全无法去理解上帝，完全无法去理解超自然这能力。这是为着有时咱感觉神学有神学，就无上帝啊，安尼，这是当然。我去读7人院的时阵，去到上课，然后老师第一节课，你来遮毋通讲想要互恁较听上帝。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要互你较热心什么意思？是要互你拍破恁过去的信仰根基。这是什么意思？我拢有信仰来啊，拢是热心来啊。然后这个所在希望透过神学的追求，我较捌上帝，较捌信仰。结果不是，因为神学的研究，你必须要有无同款的理论，无同款的看法，甚至对迄个无神论的看法来研究神学。你靠我度安尼真跨面去了解神学的各层面。这是我拄到有真个新学院出来，你咧甲伊讲的时阵，拄毕业学生，你甲伊讲的一寡就拢是最左派的思想，拢一寡观念思想，互你听到安尼瞠目结舌。哪有这种解说啊？哪有这种解说？完全唔对上帝的角度，完全是对人角度、对社会角度，甚至是对人道还是左派、左倾的思想来思想这个代志，甲咱过去所理解完全无共款。好，这个爱多玛校长，伊最神学、最铁靠了后，一段时间嘛是共款，到底有上帝啊无？我无多理解伊，我研究神学。哲学一段时间，这样久的时间，我慢慢发觉，我无多理解上帝。上帝到底有伫啊无？有一天，伊回到厝，听太太讲，教会有邀请2个讲员来教会讲道。这个其中是一个做目的，这是做裁缝的。因要来讲道，因讲有这个学术。敢咪亲像加利利海边这学生共款，讨海掠鱼的，无学问阁无知识，因要来讲道，我敢着去参加。我是一个校长，我是研究哲学甲研究神学的，我阁去参加听这个木匠甲这个裁缝的人讲道，伊决定谦卑去参加。伊安尼描写，迄讲聚会，上帝同在。带来真大荣耀，
这个荣耀，哪像你看会到、摸会到？哦，我从来毋捌感受着这个敬畏，伫这荣耀中间对上帝的敬畏。要咱来描写这种荣耀，要咱来形容这种荣耀。荣耀，但是你要怎样去形容？有一遍，我甲教会人去到阳明山去啊春季旅游，超2、3个月的时阵，就春游，甲永和教会。然后我进入到社区内面，然后有真高浓雾包围内面。后来我了解荣耀的原文意思就是重量。哦，荣耀甲重量有啥物关系？迄个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大家用这种来描写来形容，无一定完全是同款，不过你会当去体会。这雾真高，所以阮进入到这个山顶的时阵，这个雾真高，所以你会感受这个雾那就有重量。这个雾因为真高，你安尼敢若摸会到，但是抓袂到。你无法度去抓这个蒙雾，但是呢，你会当感受到伊的重量。然后你进入到迄个蒙雾中间，哇！这个蒙雾把你规拢打掉咧，把你包围掉咧。你伫这浓雾的中间，然后哇！你会当感受，你这个人完全伫这雾内面，你呼吸嘛是将这个雾的吸气。吸入到内底，你会感觉全身躯内外拢去浓雾把你笼罩住，安尼。这个蒙雾，你无法度用人的方式来吸来，你也无法度用大声蒙啊来啊来啊来啊，召唤浓雾，你也无法度。你要真自然来，你伫上帝管理甲掌管中间，雾安尼大。满伫这个所在，将你规个包掉的、吸掉的，像你浸伫迄个雾的内面。但是咱都想象，这个雾那是上帝的荣耀。你当想象伫上帝荣耀中间，上帝荣耀遐尼大、遐尼高，然后你完全浸伫迄个荣耀内面，互上帝荣耀在你看满。有时我就感觉咱可能真侪在追求圣性，还是灵魂的智慧中间，甲这完全无共款。为什么产生遐大问题？因为到迄个追求圣性，还是灵魂的智慧中间，咱有真大小的敬拜赞美，咱有真大小的动作。然后呢，这个讲员伫台顶一群人伫遐，那就电影明星共款，用真大的火。安尼大声喊话，圣神来啊来啊来啊！那像你去召唤圣灵来临，召唤他来。佫无来的时阵，咱就用真济方法啦、大声啦、鼓啦、琴啦，安尼好变变叫安尼吼，那像营造，这就是圣神充满的氛围。有人就用真济这方式，讲过去的方式，肢体动作来感觉讲，我表现出我是圣神充满。圣神充满的时阵，就那像雾搭伫咱的中间，你进入到雾内面。有时你徛伫迄个所在，然后浓雾整个侵犯过来，你毋知，什么时阵来毋知，为什么伊会来你毋知？你有什么困难，还是能力，还是用什么方式召唤浓雾过来吗？袂，因为伫圣神的主管内面，我是荣耀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就伫迄个浓雾中间感受真深上帝同在，伫迄个荣耀动量中间感受上帝荣耀同在。希望咱会当来了解，迄个荣耀存在是啥。所以，迄就是为什么有时咱若经历圣神运行的人，会感觉敬畏、庄严，伫迄个所在，咱有一种安尼对上帝有一个真深的敬拜。
圣神充满，互咱对上帝有较深，会理解咱的罪，甲悔改。我毋知咱有种经验无？伫黑暗的所在，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探照灯照伫你的身上，四周拢是暗迷蒙，只有所有光拢集中伫你的身上，然后你就完全赤裸敞开，你看现。哇！你的面容啦，你穿的衫啦，你身上所有一切，拢伫个光照中间完全显明出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神临到伫咱中间的时阵，因为圣神带来上帝真大圣洁的光，所以咱伫上帝圣洁的内面完全赤裸敞开，甚至你稳重的罪拢显明出来。这个罪真重，互你感觉讲哇，受要灭亡感觉。这就是以赛亚咧写，以赛亚是先知啊，伊就写这先知的预言，上帝互伊预言。但有一天，即个到圣殿中间的时候，伊看见迄个天使降临伫迄个中间，伫迄所在喊话：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以赛亚反应怎样？我已经做，我被灭亡啊！我是喙中无清气的人，我可是伫罪人的中间的罪人。我已经充满罪恶的人，为什么安尼？伊咧服侍啊，伊做先知啊，圣洁的光照来的时阵，显明伊的罪，伊伫上帝面前谦卑落来，所以上帝佮洁净伊。所以当一个人经历圣神充满的时阵，迄个时刻，伊也同款有圣洁的光照，伊会感受到迄个互罪捆绑迄个痛苦。所以，也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呼求上帝赦免，呼求上帝拯救。有一个怀特菲德，这人是真出名的一个牧师。18世纪的时阵呢，上帝使用伊来到美国，带来真大一个复兴。哇！这种已经上帝使用的人，到有什么问题呢？伊讲有信仰的问题呢？伊敢有罪恶的问题呢？伊的日记安尼记载，在弟兄的聚会中间，我开始祈祷，我开始对会众讲道，照过去同款。几分钟了后，有一个真普通的信徒伫遐喊话：“上帝来啊！伊已经来啊！”伊讲看到无看到？但是伊为什么会安尼感觉？就那像你伫一个所在无大瓦来迄个感觉。荣耀来啊！上帝荣耀临到啊！上帝来啊！伊安尼写，然后阮伫迄个所在继续去讹到上帝，一直到午夜。到真暗的时阵，上帝临到，阮若像伫天堂，阮未记的时间，这个甲阮经历的共款，亲像伫天堂，未记外在的物件，未记外口世界这吸引，未记的时间，只有浸伫迄个上帝同在荣耀中间。伊互相圣神充满，伊讲。我无多继续讲道，我只有来到上帝面前，甲会众同款，单独面对上帝。我也无讲道啊，就单独来到上帝面前，伫上帝面前祈求，因为我深深感觉家己是遐尼丧香误会，遮尼卑微未堪得，这就是怀特菲德。当圣神荣耀临到的时阵，伫圣神光照中间，伊犹原亲像以赛亚同款，看见家己的卑微荣耀，然后伊当服侍，完全是出自上帝拣选的恩典，伊也感恩。我这个爱德华兹，伊有哩同款。是带领美国属灵大复兴的另外一位真出名的牧师。
1737年的日记安尼记载，有一天我服侍了非常夜深，我需要休困，互我的身躯会当恢复。我骑马入到树林内面，伫遐散步、默想，伫遐祈祷。然后我突然间那亲像伫一个无真平常的一个情况内面，伫遐我感受上帝的囝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有种真奇妙、真崇高、真圣洁、真柔和、真甜蜜的听，伫我周围充满伫我内面。我享受伫迄个情景中间，我倒伫涂骹，静静享受上帝的临在。伫遐流目屎、啼哭，经过真久的时间，大概有1-2点钟的时间，我会感觉我的灵魂激荡澎湃，互耶稣基督的听充满。然后伫遐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听，伫我内面，伫我周围。然后我用圣洁的听去听主耶稣基督，我决意为着伊我服侍伊。这就是爱德华兹的经历。圣神充满，伫迄个时阵，遮尔点钟，互听充满。所以，人领受圣神充满，有各个阶段，做伫着下面，因为伊互光照。然后因为做伫下面了，伊互上帝来讨放，所以有迄个受讨放的喜乐。然后上帝将属天的喜乐听充满伫个心上，话伊心内底充满听。所以通常有当时伫圣神充满即个聚会中间，你会看人。有迄个所在啼哭，为什么啼哭？因为圣神来，伊会感受到心中非常深的对罪恶的痛痛，啼哭悔改。然后伊个感受咧，上帝赦免伊，所以迄种讨放，然后迄种疼，所以伫迄个所在充满感恩。然后上帝佫透过圣神充满伫个心上，所以佫喜乐。所以有时咱感觉讲，这敢若无真庄严性，因为圣神来时遐尼强烈，伊感受到迄种罪性，伊就开始哭；伊感受到迄个赦免甲恩典的心，伊就开始笑。啊，经验做迄个听心，伊就伫迄个所在，哪像进入迄个天堂中间，家己伫迄所在真恬静，啊，就微微啊笑，快乐笑。所以这是咱的感受到，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又哭又笑。这是所带来圣神的真大的工作。啊，咱感觉奇怪，但是咱要去感觉这种的改变，为什么为人赦免上帝啊，赦免我？当然有些人安尼喊话的时阵，我相信这是因为上帝圣神的工作。就像以赛亚讲款，我是有罪人，我是有罪人，袂安尼讲真骄傲，讲我就是有能力的人，我就是有能力的，我是有特殊经验的人，我就是有真大恩赐的人，袂安尼。上帝圣神来袂互咱自高自大，是互咱谦卑、顺坦。我这新教徒惠约翰，伊的日记安尼写：我的思想慢慢真兴奋，愈来愈深愈悬。当咱像以西结伫异象看到迄水，啊，对伊的骹头有。慢慢升悬，到伫腰，最后成做真大的水流，伊浸伫迄个水内面。伊讲，即个喜乐就是共款，互喜乐充满，浸伫迄个喜乐的溪河内面。过了点钟了后，耶稣来注意，共款袂记你时间。过了这了后。我失去对世间的看法甲感受，共款
失去世界的存在感。世界无搁吸引我的心，过了点钟了后，主的喜乐伫我的全身，我哪亲像活伫另外一个世界，脱离这个世界同款。这天是天堂的一天，欲尝天堂的滋味。圣灵充满带来迄个喜乐，遐尼大。Watts， 这就是有名的圣诗的作家、作曲家。影响有一个牧师叫做约翰牧师。这约翰牧师安尼写，伊讲对至圣至高的宝座，有一个真奇妙灿烂的光，照伫我的心，用我来表达主耶稣基督的听，我的内心充满喜乐。上帝恩典对着圣神带来迄种互人真快乐的安慰，无法度形容的喜乐，互我的心完全消除，然后目屎流出，因为有丰盛的听灌满伫我心中。这种的经历伤过深，真恶得袂记一日。这种的经历也成做真大一个快乐、愿望，然后常常有新的愿望、快乐的欢喜，伫心上正出伊的快乐。这是我过来遍讲起伫40几年前我的经历，伫遐嘛真恬静，就一群人，嘛无啥物敬拜赞美。嘛无啥物乐器，嘛无啥物安尼大声喊话，嘛无啥物其他大牧师伫遐表演，安尼召唤圣灵。我就一群人伫迄个所在，对主要说伊都表达，主啊，我对你真深的钦慕，主啊，我足想要听你的，主啊，我就要敬拜你，主啊，我就要学到你啊，圣心就充满落来，那就伫天里。世界消失，袂记你时间，袂记你去食物件，暗顿也无要紧，无食嘛无要紧，世界完全消失，啊，亲像伫天里同款。迄种经验，真做阮后来快乐的一个源头，支持阮真久长信的路、服侍的路。罗马书第5章讲，咱有大患难，但是嘛要用了患难做欢喜，因为上帝赏赐予咱圣神，将伊的听灌压伫咱心内。有上帝圣神灌压的听伫咱心内，互咱赢过这个患难的忧愁艰苦。帖撒罗尼迦第1章讲，咱伫大患难的中间，嘛是带着圣神互咱的喜乐，领受道理，领受信仰，领受福音。信仰敢毋是讲要互咱平安啊、欢喜啊、富裕啊，咱得到咱所欢喜的？伊讲毋是。这个信仰虽然互咱遭遇这患难，但是有圣神所带来喜乐，互咱赢过这，咱犹原坚信。所以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第8节嘛是安尼讲。咱伫逐种的试炼中间，有时会艰苦啊，但是咱有信心，咱的信心经过试验，比金更较宝贵。咱无看过伊，但是听上帝；咱无看过伊，但是咱犹原相信。为什么？因为伫咱心内有言语所无法度形容，充满荣耀的大喜乐。这毋是世间所会当描写，因为言语无法度表达。这毋是世间咱经验过，因为毋知要去讲，但是充满亲像整个非常溪水，亲像雾大雾共款包围伫咱中间，就咱完全浸伫内面。这也是初来教会，因虽然经过真大政治上
宗教上、生活上真大的压迫，但是因中间有喜乐。属天的大喜乐超过伫世上这忧愁、苦难、烦恼，我会当持守信心，坚定住这信仰。面对着大患难，有人送去到这监狱中间，亲像保罗甲西拉，因为伫遐欢喜唱歌学乐。有的产业向夺走，伊嘛是喜乐，因为因已经领受伫天里迄个感觉。真美好无比。今日若是共款，有真侪世界真大的患难，咱活伫即个变化真大的一个世界中间，大家充满不安，充满惊吓。有时咱若要传福音的时阵，毋知要怎样甲因讲。你若讲啊，阮有真好的这个行为，大家修养嘛袂歹啊。啊，阮才有真好的这个礼拜，逐种宗教嘛有这个礼拜的天数啊。啊，阮就真好，这活动有节目、节期的啊，外口佫较精彩。会当吸引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教会，在这个患难真大变化的时期的中间，充满不安、挂虑的时代中间，就有一群人互圣神充满，会当感受圣神的宽容。会当感受圣神带来迄个荣耀敬畏，互上帝听甲喜乐充满的人，赢过世上这一切。人因为安尼，就吸引来到上帝面前。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献上感恩，主啊，你的圣神是实在。你的充满，你的圣神充满，带有人，带教会真大的改变。主啊，这也是事实。人所羡慕的，就是亲像吴顺这同款，经历上帝你的圣神的临在，人会当明白家己，体会家己不配，会当体会上帝你下罪恩典，体会上帝你的疼，体会上帝你的宽容。伫阮心就会当活出完全无共款的生命。愿你的圣神临到伫你的教会中间，或者教会充满喜乐，人要看见这个所在有上帝荣耀同在，有圣神温和宽容，上帝伫遮，亲像天龙共款，人羡慕来到这个所在，得到你所想事，言语无法度形容喜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唱回应诗，圣诗第169首，请起立。恳求圣神来降临。
请坐奉献，请奉献的同工。起立。即时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圣神降临节，讲道是圣神主题。下主日5月31号举行培灵主日，邀请戴良主牧师伫2场礼拜中讲道。若有病痛的兄姐伫华武，戴牧师会为你祈祷，欢迎兄姐参加。第一礼拜邀请兄姐戴牧师为祈祷。第二点，礼拜组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8楼有诗会训练，请现任的中职来参加。第三点，6月28号主日上午10点要召开互会，间选赖祥明牧师为本会的第9任牧师，请兄弟姊妹备办心，嘛请兄姐为这项代志来祈祷。第一点，咱长老教会的选举的规则，咱就是爱有陪参会员2/3以上爱出席，出席的会员爱有2/3以上的票选票，才会使当选。所以请兄弟姊妹
毋敢是为不只是为咱的互会祈祷，嘛为咱的牧师来祈祷，和咱的心内有一个备办心，特别是即个代志真重要，请大家爱有即个备办心来为即项代志祈祷，请各事工团契甲小组，请帮咱来问兄弟姊妹会出席无？回报干事讲偌济人会使出席，和咱有一个备办心。以上第四，咱幸福小组咱的运动真幸福，甲爱无限幸福小组分别第4届甲第5届的聚会分别是今仔日下晡2点，甲礼拜六的10点。请大家若有新朋友会使带领来参加幸福小组，嘛请大家为幸福小组祈祷。第5点，台神的包班课程已经伫即礼拜下礼拜歹势，拜六5月30日要结束第1阶段的课程。第2阶段开始报名请大家踊跃来报名。对6月6号拜六早起9点半到12点半，这是台神的老师赵文子老师那要报名的人，请甲干事报名，10个人会使开课。第6点，新德中会中区联合的暑期儿童夏令营，我是媒体小达人，伫暑假7月9号到11号会使来报名升小2甲小6的毕业生，报名费是2500块，教会补助1000块。若要报名的人，甲桃子老师报名，6月9号的截止。第7点，丽池公园赞美操每周拜2下晡2点到3点，伫公园里活动中心有赞美操的。这活动请大家若要报名来，甲春菊执事报名，欢迎参加。好，第8点，咱的70周年的纪念册足侪人拢还未交所以咧5月中咱要完成第2阶段的稿件的收集。那即马请大家紧交合赖牧师。若要投稿个人家庭见证的，请甲交合纯美长老因为咱即马已经5月24号所以请大家较加把劲若要投稿的人紧完成好告解消息就是中会第2届的议会伫7月8号江南教会举行。好，以上请问有新来的朋友无？有新来朋友无好，咱即时来唱祝福齐恳的诗歌，圣诗第178首，唱完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我
那么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谈，圣神的充满甲喜乐，甲咱正人三甲地地，对大教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请咱等下灭倒散会。